家家有好事。马莎国家来主席。大家好，我是赵伟。大家好，我是英英。你看到哈？会。哎呦，哎，我什么耶？做咩大概？你做埋啦？还蛮 ending 啊。会，蛮险。咏春拳。操，算有一点尝试。冇啦，来这拳吼，动好大拳又没问题。係啊，打埋拳，你哋係錄美食節目誒。咩？我哋練一撒吼，做得打10撒叶问嘛，錯冇？因為係糖豆啊，佢比來嘅師傅佢動槍，用辦公。佢有功夫，一撒打600撒。600。挺豐富的，因為不應騙哦。更加按你打，哎，我數學很差。哎呦，那他是你的60倍。對，我還打60遍哦，哈。我就想講，按厲害嘅人，一天要去告訴一下，跟嚟驗明正身一下哦，唱佢出來哦。歡迎葉真神葉師傅。哇，師傅你好。師傅，哎呦，哎。準備好，師傅。哎，大家好，大家好。完全不理我，有沒有？哎，師傅你好，葉師傅你好。哎呦，國家大馬介過來。帶下係點方嘅一3方較特殊嘅小菜哈。哦。一般來講，順便都會搭配一些餐前的小點心的。師傅，那個頭前大拳頭到了很辛苦，你出帶了來，我馬上就被你收買了。上。師傅先來學，先講那些。先生啊，你啊看了亂一講哦，龍人平常是看到冇嘛強嘅。一亂哦，一下做1小時。做1小時。1小，唔是看那些。哦，3種至4種嘅口味啊。3種到4種口味，一定要1小哦。一定要1小。鹹燉用嗰三麻嘅溫度有嘛吼，同時會有個色香味。哎呦，真係哦。唔同嗰啲。感覺當槍皮蛋。我背咧有食到一啲咧，平常時食到茶葉蛋嘅麵食，有像滷蛋嘅麵食。哎，錯嘛？錯。韓國嘅亂煙，當場嘅韓亂。係錯一樣。我係鳳妹，都好酸呢。呢關我冇輸。聽，誒，你人都乜嘅亂？三味蛋。三味蛋啊，更加都講錯嘅嗬。錯嘅啊。哦，皮蛋、鹹蛋、一般的滷蛋。茶葉蛋，茶葉蛋，好來，T 條哦，他冇強用了，T 條冇被按到一份的，看起來這個香料有點像黑胡椒的感覺，好，來，我講係東江食到嘅 T 條吼，冇鹽味嘅，哦，因為有上次 T 條哦，太軟的話適合微，對，哎，這個煮得很厲害耶。也用也一般來講吼，濕3遍。哦。第一遍濕啊，我剔出。哦，比表嘅鹽布。第一遍濕嘅時陣吼，米頭都係3米皮嘅，浸鹽。好。哦，第三遍都係滾湯來，滾咧，馬上流湯來。哦。一啲功夫呢？冇講咧，細細提條，呢種乾鹽長槍咪係，應該講當槍我們在吃毛豆的感覺。對。有上是毛豆吼，喺冇媽咪時咩冇好食。一般來講滷東西吼，你聽到有一啲步驟。好了，第3種咯，一看都底下泡菜，你係台式呀韓式誒？也算係，我攏講夜市。來咯，看起來東江哦。你係愛烤嘅米絲，你係用嘅韓國嘅種嘅做法係冇，唔過佢嘅辣唔會當槍辣嘅。哦，因為我做較偏用人客家做人嘅鹹菜嘅做法。哦。因為我韓國式咧吼，後擺我出酒，因為我台灣咯潮濕啊，咁所以韓國式咧都做人嘅火鍋。同時當然是，同時兼具吼，可以做完啲小菜配菜配飯，又可以做麵頭。它đủ好啊，應該咁講。唉，我就講咩，這3道菜馬上就收買我們。唔講係就問題而問嗬，我談講啊，一撒做得打600撒，你乜個意思啊？哦，講打唔係打
你打面啦，因为迄打面唔係打面，哦，主講人點好做賣面出炒嘅啊！唉，我攏講要師傅係姜老師，我哋就禮拜六唔點講啥，我家練打拳打到按忝呢，佢來煮面好冇？好啊，先入邊來功夫所以真唔太牙看，吼，先嚟講鐵一套出來煮嘛，個唔太牙食。哦，鐵一套出來，我哋都嚟做拉麵。哦，我看到咧，又有面，又有油，對啊，油葱醬係嘛？哦，跟住我攞按名好咧，用成米麵條來拌客家嘅香葱油，好嘛？鐵套麵吼，基本來講吼，你看下面，伊個面係唔做嘅面吼，你按你麵條啊，你用百形邊麵條，譬如講開始用粉啊，因為我做法係因為開發的時陣，佢上網用台灣的米做。哦，用米。但是米唔得全做啊，全做嘅話，你變嚟講，人哋做大嘅供應啊。佢可以講吼，人哋上道咩吼，你用一個日本嘅做拉麵嘅方法，哦，調地都會調係30%嘛解？米谷粉。哦，米谷粉對，一個米吼，米去用米腸，通過米腸哦，拿去磨，佢唔會又講鐵鹽。哦，我啲咧冇做邊板咧。對，麵粉哦，地都我都用一種嘅高筋麵粉。哦，高筋麵粉，還有乜解？冇都變軟。哦，按你講起來麵冇簡單呢，真嘅冇簡單。也都純做功夫。係啦，好，給你剃刀菜嘛，我講這是拌麵的一種，來表演來面俾你看係嘛？係啊，好啦，你講我頭多因為咁樣鐵爪。蛋糕都變得較早誒，好，你切一下，好。師傅，你加米谷粉啊，因為米谷粉還沒有那個筋性嘛。對。那該冇筋性嘅時間，你在做嘅歌唱當中，全動注意，乃都下注意，乃都步驟嘅時間控制。哦，因為你冇筋性啊，如果像咁樣嘅，北風來吼，我隨走咩？你隨走來，哇吼，伊都較冇來。哦，佢唔會都來啊按腰啦。好，都嚟，再過來一團哈。唔像安尼，啲放嘅時陣吼，啲來嘅時陣吼，一定要安尼，伊啲逆時鐘，伊啲順時鐘，哦，唔好按夾團嘅。你真係功夫呢，你唔係用蠻力來扣哦，唔得用手骨的，你聽到用肚絲啊。你還要感受一下，你要感受一下啲麵條哈，其中拉的那個張力哈。唔像係更加嚟吼，一般嚟講熱甜，像嘢熱甜。如果做乾拌麵，乾拌麵，如果做較粗嘅，乾拌麵吼，我哋出隻按摩。出隻按摩。對，都馬殺雞啊。然後這件好嘅麵吼，你用蠻輕佢還會成型哦。像我哋有用一個米谷粉哦，都有安尼好處。伊適當來有冇吼，伊都唔會安尼人工安尼。又講，適合譬如講煮鐵球、煮軟鐵嘅，你係講煮起來糊糊。但是另外一個都安尼講，一米谷粉啊，你冇講哦，是一道米吼會長氣。哦，但是大都用安尼中藥嘅科學，啊，啲都係標嘅是薑黃。標薑黃嘅原因係嘛？去做一個顏色，做色。我當問講，哎呦，咩黃色係甜點嘅黃色，所以唔加講係薑黃。對，將更加健康意識哦高漲嘅時候。係啊，安尼更加一般嚟做吼，然後盡量用安尼天然嘅顏色。我家有吃過呢，然後真係唔係講青菜就會來，我家青菜想要來下，做唔得，要來團鐵。好，水咩滾呢？嚟煮麵吼。啊！你煮嘅時陣吼，一定要別太滾，免煮吼，越滾煮方來有冇？你會越翹啊。係，那喺水吼鐵爛，煮方來面有冇？你會爛。哦，原來係咁樣，有啲啊，強搖嘅。哦，上一夾水無滾就跌下去，想講奇怪，你面用乜煮到爛爛，還有乜嘅你知道？包括我知道會沉啦，才因為那個對流嘛，才會滾。滾到講，一般嚟講，像你硬屋開面愛煮結構，咁會算最好。像因為佢邊一百風也有較早，如果倒係差唔多6秒。一般嚟講，像我哋早面，我咁樣第一我哋嚟做早面嘅話，差唔多啲50秒左右啊。50秒。哦，按腳哦。因為我哋更加我哋人客吼。身面吼，邊吃麵邊聊是非啊！哦，我是講，你唔得提煮啊鐵爛，煮啊鐵爛的有嘛吼？佢哋啲聊天，啲聊天啊，喂，差唔多10天後嘅時間，其實吃到有冇軟軟的？因為講，
他把你们讲啊，因是in Taiwan，膨胀的是吗？那面就算煮起来，哈，面都煮好。一般来讲，像你其实日本的面啊、荞麦嘛，该拿起来先洗过，你唔是哦。哦，我呀面吼，其实拿去用洗法吼，迄专业当过的面筋是洗的。哦，跟面香出毛。对对，因为荞麦拢完全没有筋度哦，伊迄边伊是加葛粉、淀粉，哎，讲个铁发，哦，铁发伊嗰时伊也是洗，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哦，好，跟安尼出煮，安利用啥样？嘟好，所以来，还有面煮好的吼，佮比当然啦。好食的面条不是太多的皮料，不是加工太多。好食，我们今天做这个当简单的客家油葱。对，你还自家炒的嘛？下炒，自家炒的哈。真正当香嘞。你们个师傅介香油葱当场让我袂看到的，还冇强用的。其实我哋客家菜吼，根深蒂固啊。好一种的口味吼，其实係所有中川，但係中川的料理的基礎啊。一般来讲啊，因为客家人咧，可能个性的问题嘛，但系食啲东西啊都较粗实，唔可以计较讲吼，食得个油啊，唔好讲咩花蘑菜啊，也讲人家嘛个中菜西施吼。以前哈冇钱啊，食饱如何诶？唔哦，嗰就讲吼，像我呀都会用来高速去大避免。哦，大避免哦。当场盖青酱的那种绵密感，也都等于讲吼。也个意思都讲了慕斯啦，炒酱汁。因为弄你一般看到冇嘛，譬如讲你看到油葱油啊哈，佢还有一啲皮呀渣渣的地方度。你将我哋当面面哈，我哋打嘅話有冇？仲有個油葱有冇？一個融入喺底度。哇！今年你跟攝影棚啊、陽棚全部係以香葱的香味咧。我攏講吉食吼，看起來真件動醬哦，有的話真件用哈冇健康化開東西煮起來跟面的水吼會擋黃，唔過你一啲啲黃係可能係因為強黃，唔係嘅吼。看得出來，加一啲咧準備的料吼，好來，看下。其實講到咧，吃的時陣有冇？嘿，就非常香，慢慢嚟烚，有點香鬆啲，自家炒嘅嘛。哎，對。其實我哋用我哋客家擂茶粉。哦，沒等哦，對。係講好食有啲上葱嘅米絲嘅朋友。哦，對。味都淡薄。我攏講來了要看師傅做菜吼，係一種。也很療癒，對嗎？你剛剛都唔敵，你給他神湯看起來，給他拉麵的時候，他這個肌肉都有展現哈。你下面看起來冇簡單，來，等會來，佢比較像太家說嘿，養生米麵條拌客家香蔥來試一下哦。生意哦，你喺湯可以咧做凍料哦。哦，你出人哋做面的湯條就是出來。湯條，更加哦，將我哋更加大。哦，安尼演啦哈。哦，我看人家數真溫柔哦，又會煮面，你看又會做魚燕。用好哦，你切隻。用好。哇，看人食凍醬哦。哇，一般咧才湯底都會跳舞哦。哦，你睇湯底底邊都沒有肉面哈。對。哇，安尼看起來是當好食嘞咧。來試一下哦，拉麵的形式用炒的方式哈。我想問一下，你油葱做得嗎？可以啊，可以哈。那是佢有做，佢有料開咧，伊都是較油啊，油的話油嘛吼，食下面啊，那唔會打開啊。太厲害啦。那面吼，哎，很 Q Q 哈，我吃到它的嚼劲跟口感，和我平常时比日本嘅拉面含那 Q 度。对。我家很想講，煮差不多幾多秒？差不多50秒左右啦。50秒啊，然後都會凍傷，幾毛呢？還有人油葱啊，弄人面，這個太厲害了。我想講，你生意有很多種很豐富的口感。對，哈，口感比一個主角性哈。
韩国因为你第个米谷粉，伊个淀粉颗粒比较小，对。那本来话到，你加米谷粉可能食起来会下燥，不过佢淀都系下湿润的。对，因为最主要係軟，係有個軟，難怪我有吃到一張，很特別的香味，對，係軟香跟麵粉就是混合在一起。我睇下佢睇個公開藝啊，做麵最後嘅建議嗰個，盡量冇用到水，一塊都用軟去做。而且我當初呀，因為我以前做法國菜，我對嘅意大利麵我都有研究，對，我都用嚟延伸啊。對。師傅，照改食嘅女生喜歡吃有東西，有喝湯，做呢做得湯解嗎？哦，當然啦，做得啦。跟沙下來做乜解？哦，沙來我哋做人哋咖喱菜，蒜湯魚鹽麵。哎呦！蒜湯係酸菜白肉鍋該種嗎？對，但是我哋因為將我哋陸隊嘅客家我哋要用啲咖喱菜去做嘅焗菜。難怪，他唔講話就懂南勢縣嘅。對。好，跟我哋實實嚟試咧，什麼以後是蒜雞湯。係啊，唔過而家要講到魚鹽咯。魚鹽啊，現場做。現場做啊。嘅結構嚟食，咖喱菜上魚鹽麵咯。咖喱菜神湯魚鹽麵，哎呦！我講啲名嘅湯，迄人嘅加雙魚湯，就講哦，很難飲喎，唔過哦，一聽懂好食。來解釋一下吼，準備乜嘅東西？其實嚟看你係太盤嘅好冇？你係乜嘅？也好，也用我哋太骨湯。太骨湯。雞湯哦。係雞湯變太骨去煮嘅。煮。佢地杯啲係鹹菜也係咖喱菜乾。也有兩種喺地度嘅，最主要也喺地度嘅鹹菜，因為我喺做餸，鹹菜去煮，鹹菜去煮，經常會用很多咖喱菜咯。一咖喱菜餸，一般嚟講吼，我哋客家人喺台灣吼，嗱喺台南都嘉義以南嘅有嘛吼，我哋講嘅卜菜，都會用咖喱菜去做嘅。嗱喺講台中以北嘅有嘛吼，係講嘅卜菜吼，都會用人哋芥菜嘛。原來一兩種菜發香來，蒜都變蜂蜜，完全都冇。冇共用啦，跟農一般用嘅吃呀，好用嘛，佢都冇共用，一甜鹽呢。對。所以你嘅湯頭仲係兩種。對。好，還有講到魚鹽咯，魚鹽當中有咗你係咪魚漿？我哋一般嘅客家吼，你做魚鹽吼，冇標埋個多嘅添加，化學添加攏冇，攏用天然嘅，較特殊嘅吼，用鹹。你鹹，係啲咧，比濕度有安尼韻味，那個陳年嘅味，係啊，味是啦，就冇加乜嘅調到嘅啦，嗬，係有啲係出夠肉咯，嗬，開始嚟做嗬，當然有成龍啲唔做好嘅，係少少嘅湯過湯哦，好，到下嚟，嚟師傅嚟，麻煩你嚇，聲音，你一湯可以咧做凍料哦，一控結叫咧。哦，也個錯誤啱補都窮嘅，啊冇法做咗人哋拍糖，係些哦，本按麻煩，唔係，我攏講係細細時節最愛食安尼骨頭，係啊，邊樣嘅人哋，也都，跟那一期哦，冇打鬆，係啲，哦，你出人哋做面嘅湯頭就出嚟，哦，係。好，你一滾湯嘅嗬，當然麵出去，你葉師傅當厲害嗬，最有名嘅麵，撒落去做魚鹽咯，你一夠肉跌落去嗬，夠肉下嚟嗬，差唔多量係幾多？你一做差唔多幾多隻魚？係啊，唔看太細粒啦，將係基本嘢嗬，都做差唔多要4粒至5粒左右。4粒至5粒，好，成邊夠肉，還有鹹魚，哦，酸條，酸條麵。好，還有乜嘅？邊嘢魚醬，魚醬嗬，唔係講我一塊冰度，冰鐵度嗬，也要個鐵架，半做夾擺落去打。對，哎呀嘅嗬，咩可以用人哋一般嘅蔥啊，哦，去打嗬，打比賽，一般人哋都講君子。哇，好聲音哦。也好，本家邊哦，也要咩唔得打鐵爛，因為人哋做魚鹽，做魚鹽要用魚鹽嘅技術，係啊，冇打鐵面嘅話有冇？你變成肉醬嘅呀，嘅口感都冇共樣嘅嗬，你要切乜嘅？一件啱我係咖喱菜，蒜，切隻咩切邊面來，切幼幼嘅，對，
切腰下去能打的，啊无吼，一高丽菜蒜吼，打面的有冇？一肉都打变得出水。就还有适当嘅切嘅咧，高丽菜嘅口感嘛。干嘛嘅？人哋吼，用嘅是有啲素薯粉。素薯粉哦，好，一啲啲錯。一係增加啲嘅鹽線係冇？係對。我嘅生下來要執過嚟教一下最後一個綜合哈。所以我挑戰發現師傅嘅種燜肉都凍凍哦，就係主要係喺呢個豬肉。一般人哋攞杯做成嘅，我看人買家私。係啦，家私嗱喺熟嘅話唔將薑不到啊。係啦，很鹽啊。唔合色菜啊。我因為日本媽媽哋嘅煮嘅時間啊，唔會煮嘅因聽錯就會先問這個比例幾比幾，咁樣幾條係好做嘅量。一般嚟講嗬，係那種豬肉切啊，啊唔將殺。咁樣啲嘅。對。7比3。按將我哋用機器嘅話嗬，如果用到6比4咩唔怕。好，加人打好嘅嗬。係一打好嘅有冇嗬？一湯要咩煮好嘅嗬？一要咩要順味嘅？哦，更加哦，將我哋更加打，安尼都。哦，安尼演啊哈。哦，我看人數真溫柔哦，又會煮麵，你看又會做魚宴。要功夫嘅。有功夫，真嘅有功夫哦。其實你安尼讓它裡面的空氣面接出來，然後這樣子反覆做嘅話，又可以讓這個肉有一點彈性。對。哦。最重要係個。用好嘅嗬，我哋要切隻。不用係幾火咯？細火。細火咯，又唔得太火。啊，有點尖。用尖咩？哦，因為地板都有魚肉，又有豬肉。一般嚟講嗬，從結菜地都係講嘅獅子頭啊。哦。其實獅子頭你天都用嚟用漂嘅，唔係講用炸呀。漂香來有嘛嗬，那慢慢嚟嗬用嘅高湯。嚟煨。還有白菜啊。對。咱今年嘅肉丸地都加入嚟統一個香。哇，安尼看起來是當好食嘅咧。一般來講，唔將地板都咩會變一啲咧花枝醬啦，應該有冇？有冇？有純魚醬是啥嘅？那變花枝嗬，佢做火鍋料啦。哦。係啊，誒英式火鍋因料是會英棍啊。嘅係啦。冇變嘅是花枝嗬。因為一下甜面，哦，將安尼，好，安尼都慢慢嚟嗬，必漂。必漂，誒你哋煮麵哦。先必漂，漂咗差唔多我要安尼10多分鐘嘅嗬，而家嚟安尼嚟碌麵，好啦，水滾嘅水滾嘅嗬，安尼而家嚟下嚟碌麵。強用農業師傅最傲人的手工拉麵標下去哦。其實咯，麵看起來簡單哦，係啊，也係拖嚟比做飯。真嘅，做任何嘅菜有冇？做麵最愛用感情。係。太監冇看煮麵很簡單咯，煮好食的麵真係冇簡單。其實我當時按羅師傅嘅煮係應該用心嘅概念，因為今年在日本啊，今年嘅銀髮族哦，今年咪盡量都用那個米谷粉做的麵條，因為今年講按用對健康呢，運用也有保留到，唔過今年嘅負擔變少咧。哇，我批到啲麵香，真係當香。好來，撒下來做乜嘅？而家先燉一個皮料嘅。好，先煸一下嗬。先煸一下來。一般而家嗬，將我哋嚟做嗬，先用我哋有機蔬菜。哦。最冇用到係孜然鋪冇農藥嘅啦。因為嗬，我哋啲煮麵嗬，一個菜啊係直接溶於水裡度嘅啊。唔係對，唔係用一個農藥殘留鐵道嘅嗬，變濃縮是大嘢啊。好，再來擺盤咯，你啊開始來煮下俾嗬。好，一個萵苣嗬，大自然嘅動物地都係有嘛嗬，最唔好食咧。而唔好食咯，我哋都唔適宜打農藥。係啲，好，所以唔可以農藥問題。好，來看一下人哋魚鹽嗬。哇，看起來食當醬哦。哇，咁班咧才湯地都會跳舞哦。好，你睇湯底地邊都沒有肉味哈。對。好，龍肉鹽拿起來。用隻鹹菜嗬，人哋做我哋皮菜。皮菜，誒，剛剛我們聞到安尼有一啲落面燒灼到嘅糖嘅汁嗬，一定當好食。好，好，我哋而家好，撒下來做乜嘅？我哋試一下，你試下嗬。米絲，好，米湯試一下。看做定冇，一天做定。我哋會鹹。
做得好，来。有冇按聲音好嗎？係啊。好，沙律水龍。而家好。我哋炖一鹹菜湯。搖落去。對，順燉一5年的南海。好。哇，人家感覺融合太多的那種風情料理。真嘅，唔講係知道，當厲害所以我冇想到客家鹹菜做得變做你大家當好食嘅拉麵嘅樣嘅款嘅嗬。一個好，一個我哋做上來嗬。人家話冇，聽日點樣話冇真實賣啦。哦。但是嗬，我有啲願望啊，可能有一日嗬，我將個宜蘭拉麵排隊啊，打破人嘅人嘅記錄啊。聽錯未？客家鄉親體育家生意排練。對，安尼嗬，都如果我哋客家鄉親嗬，到時嗬，嚟同佢指示。真嘅。好，鹽水也不用上。最後，我哋炖下油蔥酥，標準地度嘅。點一啲嚟做好嘅。然後20的時陣有冇？來啊！伊記住山啊！山啊，我嚟嘅啲味道一下衝啊出來。充滿驚奇。夾衝啊起來，同大家講，你搶大家食得係乜嘅？哦，高麗菜神5元麵。來。師傅整件當有心，也整件全部係啲小小嘅泰骨湯，很精華的白湯吼。嘿，哇，做當沖係啲味噌啊，對，你喺用而家準備嘅料，對，不用下去搞，係冇？對。好，加人講嘅豆腐先破過嘛，對，出啲凍昂挖開來。哇，凍醬嘅靚喲。變開嗬，直接冰下來。哇，你看起嚟就當我食嘅咧，係呀，你一燙下去，完全冇強樣。嚟啦，5元湯來咯。凍起台。我冇想嗰種講法，你講食拉麵一定要有餸係冇？哦，我來咯。你講要餸應該要尊重一個麵嗬，也尊重廚師啊。實在講係挺油，那我出餸。你點解做嘛？你做嘛？因為麵絕對嘅整，這樣吃下去的時候，你才能吃到這個湯的精華。對，我還吃了條高麗菜蒜，太厲害嘅啦！我細細食嘅5班，好好吃哦。因為你係5班師傅加嘅5種啊，又改甜味，他把這個豬肉的那個澀味都弄掉了，剩下魚的香味。我知道當厲害係乜嘅點啊？唔該要切嘅高麗菜蒜落去。對。它讓這個肉吃起來不會很膩哦。我發覺講，哎呀，你全部切為豬肉咧，一聽是一個sausau冇咧。中日嘅嗬，要咩輕人哋客家羅祖先嘅智慧，哦，要一個合。唔像人哋客家小炒有冇？又喺冇一個油有冇？哦，唔會差嘅。都冇差咧。都一般嘅炒肉嘅，一下唔下油嘛嗬。你會提味。對，提味，順便把它壓了它的那個腥味。很厲害哦，師傅適合嘅很。還啷講？你要什麼嘅？你要考師傅嘛嘅？功夫嘛，師傅最驕傲的就是他有功夫。再給你出個功夫菜，好唔好？好冇？好。好，你想嚟春晚芥菜？像地下嗬，我哋做我哋客家個傳統咧，客家釀豆腐。哦。一般嚟講嗬，人釀豆腐，一般人哋攏做炒嘅菜，泰菜哦，用嚟做拉麵。哦喲，可能有個麵嗬，以後有法度嗬，嚟同日本咧有個乜嘅難咧，邊可能是客家名菜喲，好，來取款。客家釀豆腐麵，客家釀豆腐，釀豆腐哦，釀豆腐對客家人嚟講嗬係一個大事啊，真件大事。將來唔搞，過年一天我釀豆腐啊。還有一種嘛，概念點哦，所以苦瓜
冰肉、香肉、苦瓜香肉哦，给客家人一定会食的啊。所以嗰是讲客家人哦，全世界客家人哦，多見咩共樣。我攏講，唔講過年一天來嘅，唔看伊批嘅了就只有過年啦。按多，我其實較特別的啦吼，譬如講料。鹹吼，鹹一般人的印象咧糟的嘛，沒有咧酸的鹹。還有一般來講，你對做釀豆腐的時間，豆腐當中有哦。對。唔鮮的係樣板型的豆腐。唔係，因為我哋今日要做係麵，嗰陣我會用先炸好嘅豆腐。哦，好。還有啲係乜嘅？哦，一個地下我要做糖條魚啊，用一個調醬，用我哋。豆瓣醬哦，咁啊，嚟混合過後以後，呢個泰骨湯你都會一燜一煮。哦，泰骨湯哦。繼續講到泰骨湯咯，看到了哈，師傅整件當有心，你整件全部係啲小小嘅泰骨湯。你泰骨湯農家冇咁樣嘛，加油嗰啲菜筍嘛。對。你係純粹純泰骨。純泰骨哈，好啦，好，麻煩師傅。生意哦。來滾。哎呦，師傅出嘅師傅吼，你看，黑矮發好大空 Q 咯，很精華的白湯吼。嘿，生下來做乜嘅？生下來吼，然後做一個味噌嘅醬汁油嘛，哦，糖大油嘛，用來滾。好，今日來打不用落去嘅壽司。對，係對咧，跳舞魚，哈，嘿，一般煮嘅一般嘅跳舞魚啦，哈，誒對，做唔得買到辣的哦。一般來講吼，客家嘅跳舞魚吼，都攏原味哦，用呀調絲，香跟鹹。啊，一般人哋攞杯有辣的啦，有係麻油的吼，佢都較四川的啦。還有豆瓣醬。豆瓣醬哦，如果看個人的口味嘅，嗱，食得你不用倒。哦，係都可以。好，你還乜嘅？調嘅是要糖。哦，用糖來打磨鐵棗。誒，對，打烘來。加一支糖。一般來講啊，豆腐魚本來就有鹹哈。對。還有啲豆瓣醬咩哦？可以講哦，係講，客家人各有智慧啊。人哋鹹哦，實在係好嘅鹹。係哦。唔係像人哋哦。天然發酵的鹹。你像個米酥吼，無法得救油嘛。係。如果變鹹，如果變鹹。錯。哦，將我哋而家，人哋都囤，哦，變下。變下去。哇，做當像安尼味噌啊！對。其實咩做的做屬於自己客式的味噌。對。好，生下來做乜嘅？生下來哈。我哋而家吼，先囤一個香菇。然後要先泡過水咧。哦，浸過水哈。好。為什麼還要把它片薄一點？因為我哋要剁細末。哦，細末。而家仲係算刀工啦。唔係直接我哋剁吼。唔剁多來要嘛吼。有啲鐵盤呢，有啲蝦冇。哇，厲害哦！人家吼，像我哋訓練嘅徒弟哦，一定要用我哋咩樣樣嘅科學。係啦。講到訓練徒弟啊，徒弟我當你係徒弟嘛，我當有想到哦，我之前有看到嘅名師出考圖嘅主持人係你哦。我啲舊年亦都，啲老委會吼，長期都做安尼事業人員嘅訓練。你係流通鋪嘅發通嘛？哦，我都做誒事業人員嘅訓練。啊，因為安尼吼，嗰個流通部啊，也前幾年嘅吼，都用嘅是安尼。模仿人哋德國之類有冇師徒制，啊，都有個餐飲類組吼，都較有用心哦，比較多，做體的實習嘅計劃的對象啦，哈，嗰個一個計劃啊，我已經訓練3個，哦，好，目前有3個，都有傳言咯，嚇，好啦，下邊吼來，下邊切到悠悠強樣吼，誒，經過水嘅咩吼，對，好。生來再切薑嘛咯，吼！生來吼，切開來油嘛吼，人哋都用打就好。哦，用打，對。好，來，你下愛打嘅料呢，除咗要冰落啲豆腐底擺度嘅係嘛？你咪解一倒嘅係，來，生意。一啲啊，你係用而家準備嘅料，對，冰下去搞係嘛？好，係所以係更加好。快速表現，好來咯，他聽到嘅哈，他聽啦，狗肉，狗肉，係，有乜嘅？有個下邊，下邊加切到幼幼嘅下邊，嚟，幫我煮好嚟。係，還有加切到幼幼嘅香菇，
还有甲一开始讲的吼，当铁片的咸还有五姜，哇，无简单嘞！因细细时间吼，说出教育你，厉害哦，当厉害。当然嘞啊，好，不要嘛个，那表的是安尼，客家油葱，也来提味。当铁片的还有加姜嘛的标嘛。对，姜嘛。哦，姜嘛的标，蒜条的标嘛。好来，蒜条啊。好丰富哦！真嘅，还加乜嘅？譬如講鹹鹹咩東西？乜嘅？一個一般來講吼，像我不講嘅，都用酸奶粉啦，如果沙姜，啊，更加一般來講都用五香粉。五香粉。對，五香唔好得不用太多，用太多會太嗆。會嗆面。會嗆一個食材嘅甜，鮮甜度一絲絲的。一絲絲的提它的味哈。好，還有乜嘅？個標嘅是安尼，跳油膏。跳油膏哈。跳膏一般來講，它偏甜，哈。對，一般來講吼，我們用跳膏，你會講，其實佢都會有甜，有甜度的。代替那個味精的東西。你還乜嘅？那標嘅是素薯粉。哦，素薯粉，用讓它們所有食材結合在一起。對。好來，用加所有的東西哈，向它打。對，不應該粘稠度比較細緻一點。好，加按多的料放下去咯，哈。到咯，mix 強下誒，鹽鮮咩油誒。對。好，而個秘密武器來哈，來本下看，加人講嘅挑粉先破過嘛，哈。對。出啲凍昂挖開來。然後有一些那小技巧。一般來講啊，吼，一個那唔會打鬆有冇吼？咩叫樣可以打？做得啦，做得啦。一般來講，做得不用下藥，冇打鬆。一坨坨有準做的量誒啦。係啊，係。好來。一份吼，大是得地度嘅，比做啲鹽多吼。但是佢咩係用安尼打有冇吼？一鹽先有辣。有誒，唔加有冰誒。好，農家嘅教個應用吼，知道地擺度去。對。一點咩算功夫菜呢？對。哦。那師傅跳腦洞好誒，你用厲害法用案例給他家菜。其實這個是客家3大名菜之一。對呀。師傅，我發現以前的釀豆腐啊，基本不用該八角，所以用五香粉可以取代它。沒用，沒用意思。因為今日要做啲麵，唔係講純粹講。係啦，唔係佢主角啦，唔講佢主角之一哈。對。因為哦，係今日沒用，已經炸過嘅啊，係都冇嘅。係哦。哦。係更加係用剪一下都好，剪嚟係過下啲漂酥，用漂嘅，一剝嘅河都唔是2萬多，2年後冇嘛水，好，人泡泡油吼，差唔多熟嘅，你下那一面向大下看清楚哦。身體一個肉嘅脂肪吼，先不用下去，其實按你油參一個淡水嘅阿嘅，一般來講吼。像係呢啲剪那種合混呢樣嘅時間，我看有的師傅會加一啲啲嘅水，你愛是加嘛？因為人哋今日做係點解？用個水嚟燜嘅，係比多攞杯吼，有啲安尼焦氣，擦嘅都好嘅。韓國本身肉飲嘅，冇俾走出來。哇，凍醬嘅兩樣，啊，凍冇強用，因為一般都係煎過之後就脆後就啱食嘅哈。反正一般吼。拿做生意吼，拿用一般的個，人哋傳統的那種的豆腐有冇？哦，無限耐吼，我大陸白沙有冇？唔像大多吼，豆腐爛嘅。真嘅。好，咁樣吼，你啊細細縫縫，扁筍剪到有啲插插，剪好嘅了，剪好嘅吼，直接冰下來。哦，冰下一穩哦。誒，對。咁樣嘅貨，後來你要開始煮麵，哈，麻煩已經幫我入鑊嘅好嗎？謝謝。你先你馬殺雞一下哈。胸用哦。先比如一些的呢。韌性，把它的筋拉出來。把它叫醒。因為哦，有波浪有冇？係。哦，有波浪嘅形狀啊，你釋放來嘅時陣有冇？硬面吼，冇胸用。刷得嘢都有感覺有一些主角感嘅。哦。師傅以前點樣嘅通透啊？最基本嘅要準備幾多種？係是另外要做嘅牛肉麵。哦。嗰種係要有色嘅糖都用牛肉，黑色嘅都用嚟睇骨頭。哦。
一般来讲，台湾人食安尼面是拍糖较多哈。其實我哋台灣人哦，食面吼，當頭食面。那個米湯油嘛，佢都會哦，佢都可以接受啊。是都緊咧。誒，將更加哦，佢流行嘅都東南亞。係啊。哦。好，嘅三下人嚟夾。係，我係成輪日嘅料嘅。你家煮差唔多要19分鐘啦，嗬。19分鐘嘅量嘅都好。豆腐，好。一個另外夾方。好來。今日你要組裝嘅哈，身邊嘅呢啲蔥絲，還有鹽水嘅，還有剛剛講嘅羅拉羅沙，香菜，哇！安尼看起來就當我食嘅咧。安尼做安尼蔬菜咧，用安尼生嘅搶出來咧拼好，一天都做醬。一個加葱咁樣過來，來嘅蔥油，好，強用點加蔥油，對，畫龍點睛的蔥油。好，你下凍蔥油來，下那蔥油來，出來弄嚟呢啲糖。哇！我有糖地都係嗬，右邊嘅是鹽絲嘅，右邊嘅雞帶，邊有骨油嘛嗬，去它的腥味。對，然後湯就會有一點點那個香味。對，廣東愛當成水果咧嗬。係啊，你一燙下去。完全冇強用，當上係唔掉起來，我講有什麼事？兩技術，我聽下講，你做文睇下先係咪嘅？客家用豆腐面。煎豆腐嘅講吼，一定愛做，因為呢豆腐煎過以後咧，老兩肉散發出來的味道是完全冇同樣嘅。對。客家用豆腐啊，我真嘅冇食過安尼嘅面。而家煎豆腐嘅講吼，一定愛做，因為呢豆腐煎過以後咧，老兩肉散發出來的味道是完全冇同樣嘅。對，個長米哦，冇同樣。因為個長米吼，有個豆嘅米絲以外，佢浸到粒糖，留底部嘅肉用去向下以外。冇留到嘅肉吼，人家表按到打向下出一張米冇，然後以後出一張米，吃下一張米，吞下一張米，後運又回來。師傅又講到，你客家菜啊，就係香，它完全就是符合了那個香。因為豆腐嘅做法當到做，唔講你醃湯用兩種豆腐，依個你係皮哦，見到係要絕對嘅係所以變到嘅煎味向下食落去咧。即係咁樣食得當歡喜哦。其實哦，而家米湯哦，一塊如嘅係講嘅客家嘅味噌湯。哦，係。燜一批嘅米湯啊。我攏講，幾出嘅湯頭，食拉麵哦，湯頭當重要哦。你睇湯頭哦，做到濃麵變到奶味去，而家講做濃料吼，帶到奶味去，個湯頭實在太重要。我就係唔想更加吼，日本有安尼研究都講，那個豆腐油嘛，豆腐乳，對人體是非常好。所以它才有東方奶酪之稱啊。所以它其實它發酵的過程，如果是好的話，好嘅發，其實一種東西哦，因為帶動人哋腸胃蠕動吼，你感覺講有啲東西嘛，好食，真嘅，唔會堵塞，真嘅好食啊！好。咁個師傅，聽說你是3度下來咧哦，你要講哦，因為教你睇講用辦做你愛面哦，你要公開哦，總得嘗試哦。哦，有冇問題。講下你用辦做你愛用米谷粉改面。唔像誒都講嘛，米谷粉哦，一般來講吼，唔可能用乜個品牌啦，吼，像我這邊用誒啊，用30%，因為安尼做麵粉的東西哦，一定挑水，好，但是做麵啊，我們做得好食的，水分
囤蛋，因为卵没选水分啊。好，或者讲面要比球有冇，你要取决于蛋白质。好，或者讲水尽量将来面冇冰，尽量冇冰水啦，都冰卵，冰卵去做。哦，嗰個前一步一定要調好來，用卵做好。也有啲困難度，你講，伊愛做冷凍嘅發酵，唔免係一般嘅常溫發酵。常溫發酵卵發來油嘛，如果將薄板用發起嘅話，一個面會爛啊。因為面嘅關係。哎，對。哎呦，真係不常識呢。所以呢。问细一点哦，幾公克的米谷粉加麵粉加卵一般嚟講7:3，啊，將有嘅卵都嚟講嘅人，左面有嘅液體，都我哋用將來嘅話，我哋用多38%有個水量，就是大概就是跟米谷粉的重量差不多，哎，對。啊，你太解做啲嘅啦，什麼你對節目也好，對食材嘅用心啊，面真係太好食嚟啦，唔過。糖講了條面都係忙出到人點方吼。更加冇真實嘅，變到係因為點方我攏佢哋太好附近。買家數都少，唔將我做安尼，有個成本又較高。應當講啦，其實我覺得老師應該面做，唔得用假時來算，因為你係用安尼傳統祖先吼，用下來嘅你係做密室嘅書法，還用你係傳承嘅進行帶下去，你還要做教學，對，希望到你係進行傳下去。係啊，什麼意啦？日本做按好嘅示範之外咧，本嚟受到按好嘅名聲吼，有限。這個來用人嘅創意，用人嘅功夫，好好嚟做呢問題嘅人哦，爭嚟了啦。按客家嘅東西哦，有時是看到細細嘅，冇乜嘅氣焰，不過佢做得有動態能量，本佢做動多嘅事情，本想到動多做得做嘅事情，好冇？冇想到一方面做得本看到師傅嘅堅持，沒看到人哋節目按用心。記得咯，你嘅臉書粉絲專頁 Kim 就讚哈，好冇？挑那時間收看家家有好食，歡迎大家來主持。張來了。今日要感謝吼，家家有好食的節目吼，有請對節目上一個節目來做安尼傳統的拉麵，用安尼客家的口味啊。我哋創新，做出安尼未來係打算講好，嚟用人客家元素，嚟做出一碗屬於我哋台灣客家人嘅拉麵店。